好，今天带来的呢，我们很多人都把它叫做什么美人腿啊。这个美人腿呢，就是所谓的茭白笋啊，好像别的国家都没有哎。有吗？你有去别的国家看过这一个食材吗？比较少啦，比较少，但是还是会有。长这样哎。对。还是会有，美人腿真的腿长这样是很均匀啊。是。那我们这个茭白笋买回来有没有什么特别需要经过处理的？我们现在要来做这一道料理哈，它是那个虫草拌美人腿嘛，椒麻的一个方式。是。这一道料理的时间会比较麻烦一点，看似我们在吃的时候会觉得很简单，但是其实它的工序还蛮多的。画一下。好，画一下，我们再来剥，就非常好剥了。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剥壳剥好了，对不对？好，那我们现在来开始削。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哦，因为我昨天就因为要来录影，我就已经先买了，所以说我现在把底部这边要先把它切掉哈。因为我慢慢那个，因为也比较柴啦，然后也容易就是污染到有点脏的话，对，我们既然是美人腿，一定要白皙皙、白泡泡嘛哦，对，所以千万不要让它呢有一蒙尘呢。是。好，把它削皮给削掉。好 ，OK， 好。好，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削好了，对不对？那很简单哦，一般我们就会去我们在餐厅里面，我们就会这样子，比如说我们要让它大小均匀呢，我们就会这样子去片哦。那妈妈不用，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正常的速度取决于在你自己本身的一个角度。就是不会去滑掉的一个角度哈，我们就去把它给这样子，切的薄薄的，这样子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片完了，我们现在来把茭白笋给切丝哈的一个部分。那切丝我们尽量我会把它就是稍微切细。终于切完了，真的好细哦，很多哈。我们等一下还有其他东西要切，因为它东西蛮多的。我知道这几道菜呢，看似都是很简单的这个食材啊，然后煮起来可能也很简单，但是功法是我们这一集的重点哦。就希望老师呢多跟观众朋友分享，怎么样很安全的可以切出这么好的这些食材哦，做出来的这个菜呢，它才会加分哦。那我们接下来我们要切的就是黄甜椒，黄椒哈，这个部分我们切头尾，头尾的一个，它这个不需要把皮削掉，好，我们头尾削掉就好了哈。那这个其实我们可以拿来去炒五行蔬，对，五行蔬菜，不要浪费哈。那我们取决在这边哈，我会把它给削薄一点。好，那不然你等一下穿烫，它很容易软烂，烂掉。好，这个肉的一个部分，那红椒一样哈。最主要也要有配色的效果了。对，我们现在一样要给它切丝的一个部分。好，那我们可以混合在一起哈。我们现在来切。葱丝哈，那葱丝我必须要把它切得很细哈，切得很细，这个就真的要考验刀工了哈。哇，是不是大开眼界啊？大家看到了吗？等一下，我们洗一下水就知道了哈。好，把它放进去之后，让大家开开眼界，让大家看更清楚。我们来看，为什么要这么细呀？因为要让它呈现出来哈。等一下我们要放在上面，盛桌，因为我相信不是拿来炒的啦。不是，
好，那我们现在都已经差不多了哈，差不多了，就是都好了。我们现在要来进行穿烫的一个作用。啊，那么细还要穿烫？对，我们还是一样要穿烫。那这个水不能丢了，这个水营养都在里面了吧？不会，一定要丢，一定要丢。OK。好，那我们现在锅子有没有加入水？我们准备来穿烫那个美人腿，就是我们俗称的茭白笋的一个部分。好，我们现在丢下去了哈，都全部丢下去了，稍微穿烫一下就好了，只要让它滚起来就好了哈，因为它本身，我常讲有没有蔬菜，可以它其实吃生食都可以哈，因为本身它的一个甜度，只要你清洗过干净都可以，只要让它水滚就可以了。那我们现在水滚了哈，我们现在把它给转小火，把它过滤。我去拿去冲水哈，冲水一下，还要冲水哦。对。好，我们刚刚呢就是用这个就是涮过吗？就是我们就是穿烫嘛，穿烫完之后，我们就去冲冷水，对，就是用冰开水最好了。这个效果如果刚刚大家可以倒带回去看，会发现，哎，煮出来之后跟冲过开水之后，它的颜色其实更亮丽一点，对，更鲜明，对，更鲜明哈。好，口感上也是不是会更脆？一定会更脆。那我们现在我们还是要把它给挤干哈，再把它倒到碗里面哈。那刚刚我已经先把那个我们的虫草，现在很流行的虫草鸡啊，虫草拌美人腿啊，这个我已经先去把它蒸个5分钟，已经蒸熟来了哈。或是你要在家里用泡热水把它泡热也可以，嘿，对。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给挤干，水挤干。才不会，等一下我们再汤水水的，对，等一下我们在拌的时候才不会一直出水哈。好，这样就好了。好，那我们就把它放到里面。那我们一样哈，把它拌开来哈。那我们那个虫草。我最近我很喜欢吃虫草因为它蒸过很 Q 我就会多放一点，吃起来会有QQ 的一个感觉。虫草就是一般中药铺都有卖，对，现在整个迪化街就都很多是，我喜欢多一点，看起来量也比较多。虫草在台湾的价格贵吗？现在蛮贵的。是哦。对，但是现在已经慢慢的普及化了啦。现在已经蛮贵了，那再放一些吧。好，那就多放一点。对，听到蛮贵，对不对？大老板要吃啊，对不对？你不是说大老板要吃，你都要做的那么细呀，对不对？然后皮也要去掉，我们就放多一点吧。对，好，那我们很简单我们只要一点点你看我只要一点点盐巴，再一点点，好，这样子，好，来稍微把它拌一下遇到咸度，它的水分慢慢的释放出来，一定会好，因为蔬菜的东西嘛。对了，就像我们在腌萝卜啊，我们要让萝卜脆的话，也是会放一点盐巴去抓，小黄瓜也一样嘛。对，那它就会出水啊。对，一样的意思那我现在拌均匀了，对不对？好，那个鲜辣酱、鲜味露，那我只要这个蛮辣的要小心一点那个一点点一点点它也蛮咸的你如果要再多一点点也可以啦，就是那么分量那么多就这样子。那再来辣油的一个部分，辣油一个部分，多一点点因为它这个有一点点辣然后香油的一个部分，差不多2小匙那这样子都好了，对不对？我们再来拌一拌，那个香气整个出来了来，我们厨娘，我们来闻闻看那个香气，很香，真的很香。是，好，那我们现在已经都好了我们来盛盘我们很简单
好，盛盘的时候也是一个功夫哦，你不是全部把它撒上去，一个很大的盘子，我们尽量要把它堆高。对，就是说面积不要占那么大啊，就是像塔一样啊。我常常觉得为什么要堆高？你不觉得吗？你就会有一点尊敬的感觉。巴黎铁塔不是也很高吗？是。东京铁塔也很高，塔都要高啦，越高越你的头会仰起来。所以说，同样料理也是一样啊。你散落一盘的话，你会觉得不好吃；但你把它叠高，你会觉得特别的好吃哦。好，快完成了之后，我们还有一个，我们从色香味来去看哈，就看得出来哈。那我们芝麻的一个部分，烤熟的白芝麻，对，炒熟或是那个哈，就把它淋在旁边，是越多越好哈。等一下有芝麻的一个香气。对，因为我们知道茭白笋它种在水里面的东西，它在属性上面都是属于比较寒的东西哦，所以我们加一点这个白芝麻呢，让它这个属性呢稍微调和温和一下哦。那刚才切的哈细丝，好，我们的葱丝这个部分。哇，很了不起的一道菜哦！我真没想到茭白笋可以变成这个样子。